平台就是窗口平台整个朋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朝的少在电视啊。从今朝开始，你为呢播出的是江苏省演艺社团平台头演出的原创中片《承诺》。这部作品呢是取材于全国八强员江映时、山前春的真实故事。请听第一位新梦与孙俪、蒲建军、何才艺编演。中国一共有2800多个县，而江映连续多年排行全国八强员的第一位。哪位排名第一？原因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字：富。说起江映的富，其中最富的与天下第一村河西村，位于经济发达的三坊村和襄阳村。但是随了2009年以前，辣辣这个3个富裕的村当中，有一个比较落后的村，随是山前村。这些辰光，山前村也是个龌龊，也是个混乱。村里向3企业开支监管，东一家西一家，啥路无章，还无规划。地下管道跑铺没法单位，这个农民呀，经常也开上铺头的。村里向的农民工来得个多，社会收还是个问题。那么村里向3姑娘呢，侪想往这城里向搞；3猴子呢，还也到城里向去打工。那这个年纪大的人，实在不上花去，只还蹲了屋里向补补。但是不敢出去的人，还是蹲了屋里向的人，大家侪有一个愿望，就是你个山里村啥辰光能够过上繁荣富强的好日子呢？今朝是2008年的10月底，辣山里村的上高坝有一幢老房子。这个人家的女主人姓钱，叫钱雷珍，是个能干人。山里村浪向穷人家蛮多，发财人家但还不少。钱雷珍到了是属于发财人家，为的上么里2个儿子石头争气的。非是那高音富帅，谁是那谁杀还赫赫有名，叫李世勋。辈子的公司叫范世勋，样样侪是新了个人家，哪会得不信当然信的。李世勋在那城里向忙得不得了个，要天气摇娘在，那么吹空，得为赶出来看看里头。来他是实际浪向还天气儿子个，代表个不肯到城里去。做啥么每趟精神，儿子总归一时怕人，一时怕车，生得麻烦儿子了，所以个来他不肯精神的。代表个这样儿子幸福出来，你总归一山一袋子个海鲜菜的了。实际上一塌瓜子2高头吃不脱几花干，等到你都一追是咸菜已经上下来结结怪怪。只不过我来他不说得带他个。放了这个冰箱里向，你再么拿出来捏捏，等等回回好，全部谁也吃脱。你知道你刚开始，马个要咸菜鱼多高，你都非吃在。你说到底上讲，我不讲人家有10家店市面嘛，侪是看中人家做出来的。兄弟工人那杀个肉，吃到你我里向的嘞，还送来份听说过吃啥人味，这样全部吃脱。今朝再让儿子打电话到你讲说要走来吃药饭，哪是个来他开心得不得了，忙忙碌碌都成是一袋子个海鲜菜。不晓得辛苦出来到你讲是谁先到村里向去有事体，不过来吃药饭子，我哪是个来他心里向窝死个。根本说起来，辛苦出来吃不得一样的。哎呦，辛苦是辛苦嘛，儿子是儿子呀。辛苦做来吃是蛮好，儿子做来吃是更加好。他是说生死生路做来是讲你好在。该点么拿来是讲一声，做娘的了谁有机会的，你都是阿对。现在看看7点钟还要带着喂，那个儿子回不出来着。对了，不过来个不是那个儿子，来个人姓3话一句话叫王新基。其实不应该叫你王新基，应该叫你王基新的。啥地嘛？搿朋友记性特别好。其实商人他是问你只要个1块洋钿，哪怕搿子20人们，你也记得问来他。我讲太个辰光，你会讲得出几年、几月、几时、几时、几分、几秒，啥个地方嘛？你只要记性也好。你平常辰光特别欢喜他第3遍日。
饭店里向吃顿饭，临醉辰光牙签也大大一把的了。面馆里向吃碗面，临醉辰光抽筋子全部来吹脱。害人没收钱，不过鸳鸯水泥不错，啥么会得做三龙馒头。哦，这个馒头是做出来皮子薄，汤水足，味道好。里得里这些两家里各一个两种种，里个爷得随姓的爷是叔伯兄弟。因为你屋里向实在穷嘛，爷子儿女婿精致华家，所以里姓王。屋里向排第六，因为做事体不大难看嘛，人家才叫你王六个。熟悉的人嘛，才叫你阿六。现在林子龙馒头大家里向，先生，哎呦呦，我带啥人来？阿罗来着哇？主管来看看那碗，那珍珠龙馒头不能吃哪？阿罗啊，你们晓得伊两性格为三龙馒头帮我吃啦？可是也是要这样难子啊！客气点少，叫你们自家人问，先进你们应该管。哟，阿罗啊，你咋直播这个电视看上去真正有啥个事体了还喂？是个呀，我寻随心有点事体呀。啊，你寻去随心啊？哎，哦哟，不欠债，真正随心在不老屋里啊？这个喂，我心不满意的了了。我来弄梅姨喊出来吧，有啥个事体嘛？来到梅姨去讲吧。你好啊，到梅姨讲一样关。哎，梅姨啊，哎，妈，阿罗来咋有事体要寻你啊？我来咋？梅姨从厨房间里向打出来。哦哟，梅姨年纪轻辰光是漂亮个，最大个高浪向立个围头里了，也200%的嘞。虽然现在将近40岁的人，但是望上去还是帅气大方、温柔端庄。而且梅姨呢，对个男人特别好。别个嘞，有辰光还要发三脾气个，啥气嘛？做完，闲话也是走来，女人呀，个个做个呀，不做嘛不见女人做阿是了。不管你哪样做，但再有呢，总归对男人一句闲话，就是随便来。人家讲起来，一个人爱党爱国爱家庭，梅姨呢还要多一个爱了，爱党爱国爱家庭嘛，爱男人。现在听见胡太太还没眼睛打出来，哎哟，阿罗来出话，主管来看看你多晚。啊，哦哟，梅姨啊，好起家哈，你是看上去越来越年轻长。你刚起步得来同意的，李是来得不这样子个。他是李立了啦，那边浪是还做那娘子。还在啊！你们一人浪还刚才，真乖，你看那面孔浪向最不啱不个。你刚起步这面孔是8个来嘴3个太口菜的叶子的呀。你呀，阿罗啊，那个闲话已经是讲不说不那么当心，都告诉听见些动气的。我有婶婶啊，你当我讲讲，你刚起步来浪边浪问我，当然不会讲你来了，我才讲你娘来的。我讲你刚起步这面孔酒光丢吧，3个不光个白胡的。哎，阿罗啊，娘不可以这样讲的呀。梅姨呀，我不晓得个呀，阿罗这个人呢，嘴浪向么不来怪，良心是不错的。到底婶婶哪能晓得我个？阿罗啊，你今朝带得来搿张直播这样电视，我晓得个哇，肯定也有啥事体来做哇。梅姨啊，你是3个新人，你才猜得那个。有啥事体讲呢？那我实讲心啊，我嘛搿点年纪在，等辣屋里向一样不做啥，吃娘个么，总归有点难为情，所以我想出来寻点事体做做呀。哦哟，阿罗啊，你个三龙馒头做得了啥个灵么？你现成的开馒头店还做哇？婶婶啊，这馒头不是个味道个呀，也看身体好个。你晓得不？这馒头家要一发个，大清了再一起来着。从第1节做到9节，你叫我们哪吃得3家？那谁认为？但是你想帮人家做馒头，2个号头馒头做下来是，我2只脚喊得了这样馒头子，2只嘴头么养不动，2只眼睛么喊得了这上一点缝，一看2只嘴头帮忙去扒了扒得开，作孽呀！搿单是的，我晓得个呀，你从小到大个身体已经不大好，但事业性搿种轻松个生活做该。哎，我不担心了，这位阿罗啊，你随心单位里向看门个来长年纪大这样，连退休这样，什么喂？你带去单位里向去看看大门喂？梅姨啊，哪不能想得出个家？咦，我老兄是老板了，关着我去得里看门啊！不是推我代替你多个单位，我是不去。搿么你想做点啥呢？我是来只小孩子，这个嘛，让我去做随心个总经理助理吧。总经理助理啊？哎，你还晓得总经理助理要做啥事体啊？
手里没手了办公室里向得里么事嘛是手里啦。不你讲得这样简单个啊，你不来个。那么这个，让我去做个办公室主任吧。办公室主任了，我先问你，你地哪阿位？地哪哪副回家？我日日上网搓磨这样的对里主管。从我这样对你支付来三讲，你别讲会得走。别看，我的文档你阿懂，我太精光。孩子我听也听不懂嘞，你不来个？根本我做个馒头，都不是才讲蛮好吃的嘛。哎，那不是讲哎，那呀，阿拉做个三龙馒头的米摊子，啥是灵高？哎呀，妈，你别说呢，做三龙馒头打做总经理手里2桩事体了呀。哦，哎，阿拉，根本没喊完。你带随行单位的食堂里向去做三龙馒头么做完？好像没意呀！你先先么去关张我去看门，先先么关张我到食堂里去，我是不去。那么你带去这样做啥呢？食堂哇，我吃嘴蛮狠的。李下来他是随先到外头吃饭，人家屋里追嘛，我来得里汤哇。我不来改，随行来这自家有规定的。凡是领导来，还是一到单位来，再等了自家食堂里向吃，搿种饭店里向是不喊去的哈。这样你自家讲嘛，我店得上侪没办法发挥做的。我做点啥害人？厂里向做吧，义气不够；开饭店吧，我没本地。别食堂哇！他是留下来随行整个会得村里向说嘛，让你安排个商量点个事体帮我做吧。哎，阿罗啊，妹妹姐，你来讲点啥？这个随行也会得村里向来着？哦哟，妹呀，你的说娘，我不懂阿拉个意思的。你们老讲，让你随行来，到村里向去打个招呼，当然来安排点个种轻松的生活走走。阿拉男生我讲的阿对讲，还是你都不晓得啊？我也是听人家讲，说啥个随行自家公司里向不做了，又会得村里向做啥个村主任职啊？真的？这个自家公司里向不做，现在辰光要回转。我是听人家讲，不随手讲。哎呀，妹呀，那我得想到桩事体呢。上个下头了，我随听门前啥去浪向阿夫娘拉问我，啥有讲是你都随行也会得村里向来着？我是当时里等我让他说些我真开心，我棺材里边去好就爷爷了呀。可当时这桩事体还会是真的讲。妈，不会的，这样的个事情你随行刚也跟当我讲起过的。啥姐姐，现在自家公司里向做得来得个还哦，也会得村里向来做啊，我是不这样心的。哎，说到随行最大。李瑞先今年42岁，脸个脾气是一刮两响，做事体敢做敢当。身穿西装，身材宽高，容易嘛大眼睛嘛，追起了来向人风，人大大里向。妈，哎呀，哦哟，说阿老你阿拉啦？看见儿子出来，马上想着刚刚阿拉个点闲话，见知子莫啥不？儿子个脾气我晓得讲。当里多个牙一字一样，更是更得不得了个。人真是一个力了，那巨女也拉不住。代表讲，你现在也回到村里向来，改个不是一桩小事体了。我真在中国无论如何取得那卫生主义，现在个村里向那不喊出来个呀。我毕竟是那个娘，这个一关我不要他来不喊个。随行啊，妈，真在我遇上事体也问你了。你不能够骗我，你来了就是回答我吧。哎呦妈，那今朝那张面孔背得了这样死他一家哈！你别当我真开心噻啊！啥个事体你讲呢？我问你话，阿是说你也回答村里向来，阿有讲是讲，随行啊，开张去带的是真是假，还是人家辣辣瞎讲讲？你讲娘，你是呢？是娘。这样，今朝我随时为这个桩事体来走来个。虽然村里向情况不好，市里向领导、镇里向干部侪敢到自家公司的劝自家走来支持工作。不过自家水塘浪向有6间办公室，还有几百个员工。他是回到村里水塘浪向搿点人哪弄法？老话有个家有两行，必有一荒。我哪可能两头过得事业？外加还有不少朋友劝自家。说随行啊，虽然是拿餐厅范围转去讲，他是拿1亿公银半夜回到村里时，拿肯定风风光光回转去，一排肚里来回出来。听见搿种闲话嘛，自家心里向就举棋不定。不过看看人家村里向自家富，虽然趁自家穷，总归觉着有点不大甘心。
所以，拉此人在个人双重的压力之下，还是决定要走的。妈，梅爷，阿拉讲得不错，是有桩啥事体的？啊，啥么子？阿是你现在自家公司里想法走，又为得村里乡来走啊？梅爷，村里向情况不好，不下令的劝我回州来，我哪还意思回头的答应？儿子啊，你是个聪明人呀，你哪现在来做该种本事去的呢？哎，现在你自家公司里向的项目刚刚上马，本来这样一来就要定下来，喏，为股票上市的事体还要对过来，你让这个打开，你哪可就回州来呢？对国随心啊，哪不能想起来个叫回到村里向来啊？你现在到村里向看看，街浪向侪是外地人，10个人当中有8个人我不认得个，搿种外地人也不素质个，叉子个菠萝，身浪向么电龙磕碰。搿日得子呢，我还看见个朋友大视眼浪向去分子的八家拿，一西夸再破啥子哇？我讲你三地村是4个镇嘎嘎，人头啥事体特别多。哎妹呀，我跟你讲娘嘛，有一日子得来，我看见个110来自4趟的嘞，真的？对个，随心啊！我跟你讲，现在村里向开厂个侪是外地人。我现在房间里向2手窗户是1年4季不敢开个，隔壁就是厂个，窗户一开是咣，人家不理吓得啥，我是心脏病啊要发作着。儿子啊，你也听见哈，你自家好好去听听看。妈梅爷，阿老，你多讲搿点事体，侪是因为村里向管理方面出子问题着。啊，阿是人家村干部不懂管理噶，最难懂管理啊！你也晓得一盘沙三太子骑拢起来结婚呢，人生三太子比谁说为难呢？哎，我等你搿些辰光啊，门前2年差你个种，搿么可没讲你再忘记脱着。搿些辰光你自家亲口对我讲讲，讲至千言万语，嘴至千山万水，心急千丝万缕，吃尽千辛万苦。哎，你哪搿点口头侪忘记脱着呢？你兄弟出门去闯，5不其人，5不同意，5不排语。你吃子计划口头再有今朝这样1日哦，你至少现在回到村里向来，要来吃搿种耳边苦啊！还是你已经侬兄弟吃搿点口头侪忘记脱啥？你们已经侪忘记脱。你也晓得我做娘跟我分忘之时，我是记得清清爽爽。日子啊，生计当以家大黑，平地身家不是难。你是你方手一须有，为了生计去开
水了东沙水，种树杨梅头去把对对，种树口心给来费用于大军战女最对口黑不应给谁谁又是就是呀，大山内的三声悲，你不信冲动趁虚诺，看你不走推进对。城里家里哪几个翻身人发射真爱悲，身里其中最后子女你为先，父母你以为公司与马碌碌，每一他每人对，倘若风云去，为娘挂心对，你怎能对把公司家的心撇开？只怕回去年，谁人飞身内，也被村民骂。家中对内对，两边受气内为为。你比我不傻，好用八字背，想你离人生，蓝天不会退。你聪明人，哪知一次为世事不在，不吃亏。你们听我一声出，求你莫为累，求你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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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为累。儿子啊，你今朝听听这两高的一个秋，你是夫人说不能给出来个。三星啊，现在你公司里向股票马上就要上市了，股票上市，谁也看资金进来，一个档口你随便哪不能给围住来的。梅姨啊，股票个事体我已经亲自专业的团队帮我操作，用不着我再多操心着。我讲我认为，村里向的事体总归要比我公司的事体要紧啊。哎，村里向人家的，股票自家的，你总归看着清爽的。梅姨啊，三人是我的根，他是一个人里的根啊，非啊，也是俺的同地下体人。哎呀妈，你可怜呢！哎呀，儿子啊，你今朝去听听这两高的一个秋吧。妈，虽然讲现在你的日脚过得蛮好，但是村里向大部分的人日脚过得不好。看见你都实干穷，我心里想是啥个味道？我是三人的子孙，三人弄不好，谁是我的责任？谁是我不本事？杀了我西弄得好，三房弄得好，乡娘弄得好，谁是你三人弄不好呢？我谁不相信？你不相信，你不用那个哇，弄得
个总归弄不下个道理。哎，你还听见阿拉刚刚讲了，人家屋里向好得来，窗户也不敢开。那么我讲开，村里向农民工10万多，你有啥办法？再眼睛啊！现在这个村里向10万穷，你还有啥个办法呢？妹呀，你讲搿点事体，侪要实实在在想办法出来解决个。所以讲民工问题，我公司里向用个外地民工蛮多，你都为我创造财富，当然我就应该为你多创造好个生活条件。4个方面，我得你多设点简易个宿舍，弄2只夫妻房间，让你多住合。7个方面，我得你多办1只食堂，设点好点个三餐，发展你多动地，让你多吃喝。接得20事人才得你多解决好了，你多谁不会得再闯红子呀？所以你多讲搿点问题，接得处理得当，才不是问题吧？谁信啊？你哪个去看看个嘞？现在社会浪向搿种老板妻子农民工的工资也不肯维护，今朝你为啥要去打农民工赚房子了？哪把你想出来的呢？哈！是个样，你村里向个情况，你也不是不晓得。现在小伙子们蹲发了，小娘们侪要搞到外头去，你有啥个办法呢？妈，搿个谁是因为村里向穷人的观念产生的？那虽然阿拉一样，一些些想做搿样，一些些想做搿样，弄得结果一样不做嘛，离事业穷着嘛。谁信啊？那刚刚嘛讲到我头上来，是你那实讲讲我们最不意思着吧？是个样，儿子啊，你不还自家去瞎弄吧？妈，我只不过是拿阿拉打个比方而已呀。哦哟，你打比方要看人个呀，你当着你个面了讲搿种闲话嘛？你3个杆子后上了，我石头啊！这先生啊，我又不是哪里人嘛，你那骂我石头呢？哦哟，阿罗，你听一点啥了哈？我还是要打个比方呀。我多娘儿子那才欢喜拿我打比方了哈。那谁想啊？都不讲。谁讲现在村里向签字10万点少，你那违法？哎，阿拉妹妹姐，啥个村里向没欠人家铜钿啦？那不是假。签几号啊？具体数字我也不晓得。反正这窟窿是大不得了哈啥人了还有700万。700万啊！嘿嘿，妹呀，你好好姐拍头子对了讲。搿么700万？不知，胆子再大点。哦，那是我也吓得了门上讲噻。哎哟，我是吓得了门也不敢问个噻。谁信啊？现在辰光，你总归不能够回转来讲。是个样儿子啊，你今朝听听这两家头个劝啊，你随便哪不还出来讲？哎，个村里向弄海总归男子。因为难，所以我也走来。他是不难的时候，也我走来耍几年。村里向落书记来成功讲几大。你说谁信啊？诸葛亮一塌瓜子走于3清，你妈已经亲自来17不清楚。谁是和尚们还应该点头走吧？耍了当时我不答应走来，谁是因为村里向情况复杂，我真怕我弄不好。不过嘛，你是相信菩萨的。你对我讲地上王菩萨有句闲话，我不是地狱，谁是地狱？我是山人人，他是我付出头，啥人会肯出头呢？上了人家村里向自家富，谁是你山人自家穷呢？你不比人家3只岁，不比人家缺只家，上了不及人家，上了也被人家看不起呀！妈，搿口气是我憋了让心里向上一次，再不吐出来时，我也必杀出。妈，生我养我3人称，血浓于水难以分，人人都配家乡，个个都是故乡亲。想当年离家贫穷
娘，而今为是举世言，分门遇上八个生，方一凌晨都佛祖，实心于相系本人，地公谁人大不言，我们心对是杀气间，平日女士为家境万分，既那个露出内追，高低于不平，雨水泥水几也生人，再看世上都零落，今日为是是如尘，激烈下情迷，须还来分几身，他们情义说人我不认分，我将以风雨对着村民为是平，我将以气孽对着村民杀地根，风雨不是狗生生不忘上子一把恩心，那老司机们几次来寻我，他是那么细心啊，我们那年纪去那间，老夫碰心里我管不了呀，人你们遇见你与谁能佛拉相亲，配入你李人先，把那路的密码去飞高升，他们女一真心一生，所以我们动了心，动了心，下决心，下决心，要为农村人，为助农村去拼一拼，我不怕我不为知你生于谁，我不怕名誉得失被人认，我不怕碰在东关于上奸人，我不怕谁被狗撇自己身，只要谁人相信能是否这也谁人经济的飞升，这也谁人费用生活险，这也谁人密码不入心，这也人不流淌谁是成哪怕体内危险我也要上阵神妈，你们是跟我告诉谁行啊？他是留了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得想办法帮帮村里。现在我已经有此能力了，你那反而也不帮我帮着你。我晓得你是咋怕我弄不落，咋怕我非吃苦。但是你要想过，生意像这家的公司谁把我弄得红火火，所以为了村里，你也应该相信我有办法把村里下弄黑的。妈，你就放心吧。听儿子讲的这样动情，搿来他还有点爱口盈盈。既然你是个演讲的人，不管兄弟做姑娘，还是现在做葡萄，他们你谁不肯服输？哪怕过去辰光屋里向实在穷，你寻有关起门来吃萝卜干，但是大点人问题了，你总归是笑眯眯的。只不过与他爸到城里向去买么子，我这几个来姊妹要自己来去晒香。讲这个生意，你都搿种客气，哎呦，生意，这个是因为他做歪的。但是有啥办法？上人见这生意穷啊，死也不能都口不起呀。我不是身家有2只不头动啊，我非这来这里不能都气啥子。但比讲儿子的脾气，我晓得个。不把我的事体，你不会随便讲，讲的你肯定有办法。
29岁出门做生意讲，我是觉得不得了个，我说儿子啊，你唔不其实唔不同地唔不朋友，你一样在唔不，你凭啥个本事去做生意呢？你对我讲的，这么你放心，我相信我会得成功。后来是讲，凡是心谁都背得这样喊。你现在为自己弄下3地这个态度，这样解决，我做年个为啥个理由不知呢？哎，妹呀，妈，真在细心个的闲话是三三句句讲到自我个心里想着。我相信啊，你已经答应子村里想着呀。你见你去外头嘛，你面子上向还落不落个？你真在还要去答应子吧？对个，先生啊。现在我个想法得刚刚两样子，5不3分3，不够上得3。耍了门前，3钱弄不黑了，回来回去5不一个黑个大头人啊！现在随心回到村里嘛，情况是两样子呗。哼，妹呀，我可以嘛，那是一直随心吧。每一颗葡萄糖了那帮男人讲闲话做不哈？阿拉哈了边浪向吹一边。随心啊，搿些辰光你也做坏事啊！铜钿捐得再多，我随便呢。我记得蛮清爽个哇，有一年去厂里向工人也回转去，买不着好钞票，你搬起部车子送人家转去，我也随便呢。现在辰光你到农民工去赚房子，我总归随便呢。现在辰光我一讲闲话还在讲狗子，既然妈这样讲，阿侬也这样讲，那么该上去我也只好随便呢。那是我唔少讲噻。哎，儿子啊，每一事还是为着你好，为着你这个屋里好。你们毕竟是男人呀，答应子村里向再见你去外地嘛，你也做不出。但别个你晓得讲，妈我是个眼面子个人，所以你该他回到村里向来，你一定要当我争气个。一家门意见总算一致，但是不晓得村里向人哪想法喂？随心提出，让村民明知山居胡继明的投票。这篇发下去，昨日为止，统统随时。今朝是11月6日，辣辣村委3里上开会议。今朝的会议是庄严隆重，因为这个是关系到3县村命运的大事体。所以台浪向领导艺术认真，台下对村民兴奋激动。今朝主持会议的村委副书记，现在一看，辰光差不多了。这个村民同志们，大家安静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请周庄镇陆书记上台讲话，大家欢迎。陆书记呢对3地村的情况非常熟悉，为了让3地摆脱困境，立下同志不下南征。村民同志们，为了咱们深泉村的发展呢，经过民主选举，李全兴同志的得票率是96.6%，所以当选为我们深泉村新一届的村民委员会主任。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全兴同志来为大家讲几句话吧。欢迎随心高啊！欢迎啊！李随心心里向激动，想不到大家对自家实讲信任。我用啥个办法去回报你多年？我现在随便拿我个心里闲话讲出来。你起身来，大步旅行，穿过人龙大，打上自己来。谢大家对我个信任。也侬我们村里向弄好，光看我们一家头是不来事的，还是要看大家一条来努力嘛。人心齐，怕山齐。我决定用5年的时间，不卖1分地，不欠1分债，一定要拿我们3县建设成功，经济强，村民富，素质高，环境美格，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晓得李随兴啊，你现在么信心满满立下来碰上个困难，就难以想象。到底呢，请听我答。李随兴凭一个人格魅力，高票当选新一届村民委员会主任。那个委员叫新官上任，3把火们一点也分错。你率先组织村民清理集体资产，与村民协做全程监督，2制定合同，不合同的也补订合同，口头合同也改为书面合同，3制定规章制度。特别是针对用地用得多，但是费用高得少，或者用的是民用地，付的是公用地，这个要重新入手。李随兴心里虎视，天地宽，不计划日脚，村里向大多数问题
已经解决了。村民大家身上都已经结出眼睛，哈拉对个副板子看待这种公平合理的处理方式，达至鼓励模式嘛，大家觉着但有点不忙的。但是也是山地村摆脱贫困，唯一的出路，就是争取也是山地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试点。班子定出基本思路，请建筑设计与专家设计，规划在一座县城镇，4个功能共同开发，争取50年不落。这个规划得到4万个人口，同意列为3至5试点村的14大文件发达山地村。那么上届3至5，那就是农民的自楼地、沙基地、市道房子全部改到村里向，与村里向进行统一规划，然后房子过后，按照每个村民应得的平方分配给了大家。拿空了那个自楼地、沙基地重新开发经营，产生的利润导致年纪以分红的形式分配给了村民，让大家享受红利。这个税价3至5，村民大会上下一致通过，决定第一个插根，就是山地村的江面高基。那么上届江面高基呢？这个上户有2家大的姓，一家姓江，一家姓面。江面2家人家的杀基地受了个上户，所以大家称为叫江面高基。村民大会一致通过，但是真正的实施不是干便当。首先，动力那是村民到村里向立个过渡活动，当然会得出现分歧。假使村民来了，房子我不肯拆，3至5随意落空。上世纪70年代定那个难题是计划生育，90年代说的今朝定那个难题随时拆迁。所以各个的位置拆迁也出现多少极端错裂的案例，真是为叫举不胜举。所以现在老百姓拿个拆迁成为叫天下第一难。现在是在浪向据地开工，阿拉来着，现在个阿拉搭过去都那样子。从前的人百姓是黑的，现在人白天。说起么来兄前心做是村主任这样，哪这里生气噻？开车开来前心上前心短，这日子打搓麻将做睡觉，不然人家做起来，你会服服腿，砰的啪的。喂，赶紧说，现在我来兄少爷，村主任前心搓麻将也几把的嘛，只有理解。不过阿拉心里想对各位老兄是真心佩服，说起么前心一大村里向立竿见影，你一大村里首先呢拿各种空关的厂房改成民工宿舍，为邀请了让村里向开厂的各地老板参加茶会，请你都帮忙解决民工困难。而且村里向为开展环境正视工作，高大清爽着各种啥菜啥不的事体人不着，连得手骨头都看不见着。不过让阿拉顶开心一桩事体，就是现在村里向也建设新农村，进行3至5。第一个插口就是自家是个江面高基，阿拉做年头现在也发财财卡拆迁呀，叫拆发财。侬都没法想讲，至少要弄个3套房子，一套租脱，一套卖脱，一套自家住什么？嚯哟，那是留下来人家小姨噻，三麻将总归搓得飞起来，开心啊！现在人大村委们打进智人办公室，谁先？哟，阿罗啊，嘿，事情也顺利，啥体么？江面高基，阿罗是个上户。晓得这个兄弟人没法话，随时欢喜当三手部，现在讲起来门开蛮紧的，工作也做了前头。阿罗，谁先？我事情行嘞。你事体行哦。来，走。谁先？你是客气的嘞，你有事体没只管讲。来我呀，
上任父子兵，打仗亲弟兄，这一内归战，我人忙前冲。不过，先生，今朝我调回城内呢，还有点事体。哦，那么既然内有事体嘛，啥个？你先讲。不，还是你先讲。我先讲。好的，那么我不客气了。先生，我晓得你最近蛮忙，所以今朝呢，搿种滴滴答答、勒勒索索的小事体呢，不麻烦你在。只要城内两桩大事体。就滚讲滴滴答答、勒勒索索，不算我有两桩大事体，一桩一桩来。那啥个？刚因呢，我有个一哈朋友，你呢想了你3前村走地开仓，还是机会。那么晓得我当你关系嘛，所以关着我来城内商量商量。可以啥个做？那哈，搿地没做60枚，租金呢随付至10枚。那么搿种水电费的上门子，忙好收拾着。先生，我搿个朋友做事体上路高，你帮子里忙，不会得亏那个，你看那哈？那哈，你让结婚。3前上天龙法还各种事体太多，趁新老爷努力赶出去。是嘞，阿罗啊，那你分来个前头，我刚刚送他个生来杯。生来？那你村里向组织计生地，动地几年偷钱不肯付。今朝我还刚是讲你总算松口答应，但是邻居们是怪一句闲话，李立新。你非一本正经想啥有告示，我看呢也是一视同仁，是的，我服推呢不是的，我要欣赏呢，你看，还答应呢？哎呀，搿早起是在分忙办的呀，意思里向就是回头了，回头不来是讲，不像五少朋友门前，我喊起已经收下来着，两边辣嘴3点相依。你回头是搿点么事，我还要 A 出来了哇！哪来塞呢？先生，我跟你讲，朋友门前我已经拍过胸脯着。你现在叫我去回头人讲嘛，我搿张面孔包得落得去呢。那么再说，搿租金不管之货嘛，多多少少总归金价地不吃亏个咯。先生，自家弟兄搿点面子呢，总要拨我讲。不拿面子。不拿面子害你，还是害我，更是害村里你阿东。听听过搿种闲话，哎呀难听些。少就少帮助我忙嘛，害我害你，还要害村里，害那个死特害。一本正经像啥有讲实在。少就少回答村里向嘛，要做义务村管的，做事体嘛不拿动力讲。因为那个神经病13点，现在这种社会为做此事体不拿动力的人啦。现在么讲句一切向前看啊！对了，这里忙没喊，搿桩事体么难做主，另下来桩事体么看难很为是我凶，哎呀试试看，没喊。那么做第一个事体留下来再讲。搿桩事体你啥再讲不再讲？那么不讲，为一桩事体。啥事体？拆迁。搿日子在村里向开会，我前前刚进去看侬搿份参稿，说今朝调会抽空升起来问啥呢？现在拆脱我房子，还我几套房子。阿罗，我先跟你解释，你村里向不是顺利拆迁，叫3句话。拆脱那房子，等待统一规划，上海房子按照人头应得计划平方，再还拨村民。你闲话别多，都是我弄不清爽的。你现在明明白白干涉我，拆脱我房子，还我几套房子。但你讲不是讲摊头，是讲平方。我不来当你讲平方，我只讲摊头。喏，刚因我搿个朋友前一枪刚刚拆迁了，房子弄4-5摊的了。该这里新平的，这也3摊。我把分脱了，3摊为新摊平啊！阿罗啊，我跟你讲，你村里向不是拆迁，叫异地重建3句话。不来过那3句话了，3张话，3摊房子你不拨我个，一话也别想我。你是我兄弟，应当支持我工作么对个，哪来吵这样叫呢？支持不支持嘛，也看哪个呀？3摊房子拨了我个，我谁来支持？不拨我想拆我房子，你对也别对。阿罗，你也讲点道理个。与你们你吃了我这里，谁的？这位。阿罗，
那么龙家，留下来这个兄弟的工资是扣上去，有的也走下去。你都两高的么哇啦哇啦，不晓得隔壁财务是个县王，才听清楚。县王呢是村里向个指牌官职。哎呀，最近个财务是做得了绝对来啊！少起们来我呀，切勿难为无米之财。搿财务本事再难大嘛，张面老乡这还比收入也比不出铜钿个。搿两日天为着村里向过年的事体，一群人想寻李主任商量，看见个主任忙是忙得嘞，一些么干着杯子，一些么排队位置，一点点空闲没办法，先往上等。哎，现在听见隔壁办公室里哇啦哇啦，阿罗个声音哇，弟兄两高头不开心噻。哎，现在听见阿罗白他们李眼睛过来。李主任，哟，小王来，小王，李主任，今朝是12月20，再过1个月就要过年噻。哎，我跟你商量商量看，今年你村里向这个年哪还过？李主任，我寻来就是为着过年的事体呀。还管？现在你山浪向情况呢是搿样个，外头个饮水库是800多万，那么年前也算得走。相当于难度。不过李主任啊，哎，眼睛们是有几笔养父的铜钿，但侪没这个呀。哪几笔啊？那就是村里向搿点工作人员的工资，为大家手里向个发票，搿个侪是里头为村里向办事体自家提进去的呀。为村里向搿点老年人的购置费，军力所困难的慰问金、救济金，搿个几笔铜钿过年前头，随便哪也想办法发不里多个。对，一共要几花？要400万。 400万。哎，400万问题不大。哎呀，李主任啊，现在关键是2笔大头呀。哪2笔啊？一笔呢是黄山建筑工程公司搭你3个不动房子工程库2300万啊，维钢印建筑总公司搭你3个欧式市里厂工程库2000万，搿个2笔铜钿侪要4300万，加上村里向个400万，一共侪要4700万。实讲对的啦。是呀，李主任啊，搿2日天财务室个探照电话分头些，马上就要过年子，搿点铜钿没家师傅还不里头，搿点早起哪会放难过门呢？哎，李主任，我看你还先到外头去避避风头吧。对个，带外国去，签证也来不及。小王，我是当家人，村里向有困难，我应当挺身而出，哪还一嘴两句呢？隔壁声音来了，小王，电话。李主任，看上去也是来探铜钿的。你先去忙吧。那么我先去着啊。小王提脚刚刚睡，黑脚雷气浪向，不认真上来挑拨个人，为谁为的，一个都不亏的。现在人在书记办公室门跟睡，其他人来了外头，自家呢导致2个，大大里向。李主任啊！李弟兄回过头来一看，没认得个黄山建筑工程公司的老总叫张百凡负责人。今朝来做啥？2个字：必招。你看外头百般厉害，里向出不出，外头进不进，心里向欣赏山前的确千里工程库。哟，张老板你好。李主任你好。来，张老板走。那，别露出吃坐。李主任啊，你们不要客气，我叫我来呢，不是来吃肉的。其实发工你也有手嘛。对个。回来回去呢，为着2个同事。是。李主任啊，我王世仁要死了你杨八老小弟了喂。张老板你严重噻。山前这样的个村决几乎为欠你一份洋钿，但是的确现在张面老乡是有些困难。哎，你还稍微晚脱2年。哎呀，李主任啊，不是我要逼你说，我好像没办法说。哎，你也晓得都是啥人？都是几十人用指容贷款包的业主人，我要不都逼杀了的喂！一看么认得此人姓叶，对面的本事叫叶本。那因为银行里向工作人家搭里起个钞也叫范例，名字叫叶本，钞也叫范例，前吃1本万里。今朝做啥挣来300万？
张宝只要是你1500万贷款，现在辰光带同地还不起，行上规则你当我去太复杂，也难负责。那么你别啥子，像魔王顶来楼市，张宝万带东里跟带东带西跟带西，哪怕张宝万上厕所出来立在门口做人民警察。本来不想开口，现在听你叫人，只能讲闲话噻。李总，今朝事体当然不得讲。我来寻张老板，张老板当时辰光我有可能，我需要1500万。那么我想办法带你去一现在辰光带着，同地还不起，行上盯来我现在奖金工资全部开光，一个月领500块，上月下月，你叫我拿吃的些？不是，张老板啊，哪个种老板嘛有啥的？1500万，上上户不记得个对称，你看我可能。你回答我想想呢，我想想都有肛门。哎，李主任，你看看，你自个看看呵，我也不到顶上了喂。我现在科技都在好，我现在只要一想着头，夜里想吃不落，夜里想困不着。李主任啊，你这事体嘛，刮来刮去，再要刮我自个不好呀。东朝人光像蹦蹦你的丞相个，哼，老李晓得。就是地气没有50少了喂，李主任啊，在我下去时我要发神经病了。哎，李主任啊，千万呀帮忙。不信用，做事太荒唐，这攻击的气魄，时时必当战。四大事件，内最子我。我家老总吃尽了破风香，这世间哪有后悔呀？我是娘口嘴自己上，真道这是你心内事情是么银行啊，才被内上封，公人他心我内抵挡
点钞票不是辣辣你手里向欠的，但是现在你是三地村的领导上，钞票不问你讨嘛，我去问啥人讨呢？人窝里向贷款1500万呀，每日天个利息才要7500块，我哪吃得消？那么再说，如果辣辣信用上头出子问题，上次黑名单，今晚楼里高人我再肯交钞票给我呢，再我下去我非要泡菜噶。一直啊，你晓得啥？对，那李主任得分讲错。当时辰光呢，一家企业要上新的项目，关在你行里向呢，一旦一个资金拨了搿家企业，市领导关在专家勘察认证，后来同意贷款拨了搿家企业。等到同地到下去，项目做出来500万亿，企业先个破产，行长关在我去谈同地。你要晓得个蓝总呢，双手一摊，对了之后，同地500，一名难拿得起，叫是张老板还是本我。你放一从我们，帮我哪办呢？李主任啊，你总不记得夸我4万？张老板，你定心，你三十成决几乎为是搿种朋友帮助你，再来害朋友搿种事体，难反击。我哪会反击呢？房子嘛，当你的手好嘞。你的人嘛已经住进去了，钞票嘛不拿出来的。你也晓得我小弟我有几百个外地民工的呀，道理侪要做起讲你的呀。哎呀，我搿2日天嘛天天盯牢着我讨钞票喂。有种人嘛皮带铺盖打到我公司里向去了，有种人是实在住到我屋里向去了，有种人准备要去拿市政府了喂。李主任啊，在我发作气是哭上去，我要去补工人电视塔了喂。铃。喂，你好，我是李立新，你是罗立伟。喂，李总，侬好呀。侬好。我是钢印建筑公司的。我姓丁，我叫丁德金。太同地关，名字叫丁德金。丁总你好。李总，今朝不好意思哦，我开门见山了。就是上趟阿拉为㑚造个污水处理厂，㑚现在开始用了是不啦？对个。工程课到今朝还没到。不好意思。李总，假使侬再不符合说话，我要去跳楼了，侬晓得吧？一个要爬电视塔，一个要跳楼，侪想逼上我。丁总，你定心，我来催同地。哎哟，李总，侬帮忙，不要倒浆糊了，好不啦？造同地造到今朝了，那领导班子已经换人了。同地到今朝还没拿到，李总，侬自家凭良心讲，侬讲得过去伐？我真的要催同地。好了，不管侬真的还是假的，搿能介，我马上就去行动。我此地有人，你问上来。不，我马上就到。侬等我，侬不好逃走的。当我谈饭时要死快了，你定心，我来村委办公室等你。叮铃铃铃铃铃。喂，你好，我是李立新。喂，李主任。我是市政府办公室江元泽。一听这个人肯定蛮讲牛子的，你听名字叫江牛子。江主任你好，还有啥指示？指示不敢，但是现在问题呢是有的。今天江阴建筑总公司有10几个工人到市政府群访，要政府帮忙解决拖欠工资的事情。根据他们反映的情况，涉及到你们山泉村拖欠他们公司工程款一事。我已经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现在市领导希望你站在社会稳定的高度考虑问题，尽快想出对策。以免事态扩大。好了，再见。这位。边浪向个张八万，虽然讲听不清爽，你到电话里向讲点啥，但是看李立新面色，十语不绝离不开同地2个字。这年头不养母少，别同地为之人家，不为自家，可是不来自家，所谓丁来王八错。李主任，我打你说，如果是你讲的钞票不拿出来，你叫我500万发过来我讲得了来，我负责来。是干吧，张总，你再给我3个月的辰光，我肯定帮你解决。你讲啥么子？只要3个号头。再给你3个号头。只要3个月。你谁讲人家实施了喂？我是实的呀。不，你听我讲。你听我讲，讲几号嘞？
家已经12岁了，一年26岁要够你个，还有一个多后头，你钞票不拿出来，我小舅搿点人不要盯上我个，没办法，顶到再拨你1个月，一个对我顶到1个月嘞，一个。那么龙江外头的杀人的顶得紧。工人看2000万太子几十道30称1分2的吩咐。那别讲，马上过年的，动地农夫的农民工太夫的工资工厂也拆光的。今朝没办法，你当听下来，李瑞兴是新当家，现在是新的村主任。晓得李瑞兴够做够当30个事体啊，李府还是要记讲。所以今朝兵分两路，一方面关在农民工当我在市政府上访去拉王府受审视，另外一方面大指人实得此地李瑞兴办公室。李总，侬好，我叫丁德金，不要多讲了，2000万侬啥辰光还？侬把句闲话出来。丁总这个，但过年3月份，我肯定得你解决，搞啥个么子3月份？我话不到3月份了，我马上把农民工打死了。3月份不要回来，侬直接到清明节，我死脱。我不坟老下等催侬亲头子，比那像个张伯还是开心啊！这年头太动地么谁也是讲他，就人多力量多，越早一得他，今朝他不到动地，我都不相信。哎，李主任啊，我的情况跟丁总差不多个呀，钞票你叫啥子还不我？哎，侬还罢了嘞呀！哎，我教你两话，举侬了呀！哎，我举下来带你我带你看掉吧！哎，我带你看带你了。快点起来！李德兴眼睛拿2位老板踩起来，心里想欣赏今朝个官难过人。几千万身高2个老板居然举到我李德兴的门前，回来回去都为一个字难。难点上农民工太夫的工资工厂拆光，几十年心血付之东流，没办法发一崩举到我门前，心情我可以理解。跟我李德兴呢，我李德兴还是一个字难。我难点上30个富来太子，不是我承认，但是我现在是当家人，这个责任我必须担。但是一吹自家的动地来过个关，我今朝还是一个字难。今朝你2方面回来回去，侪是为一个字难。那么我说实话也还难，我难点上，我这还唱着呀，哪弄法呢？乃是当的心难否亮出来讲喂，乃是那张中你难够，乃是那丁中把言为乃得细寻，岁月双眉乃得他们今日归神，哎，是今山西风西楼，里为光来内让乃此乃三日否惧苦，乃此乃
谁人怎样都难归，但是据咱们中央为谁从哪里来时机决为困难水头金但困难句归女非这一事难倘若我思念来让位非是心狗撇上是内都你的心人会也会我是每一根人开难，但是哪怕难，我已不能太相信美。相信美，相信美，我也尽也归来把饭两位来做，我李立新的人品你都应当晓得。今朝是12月23，再过1日，1月19啊，还是此地办公室。我李立新代表3地村，我欠来张总2300万，来丁总2000万，一分不少，全部还清。比老乡丁德金对张8万妈妈，张总，侬好不要跳楼了。对你妈妈也没难的年纪，为了给神浪干。你讲为谁肯为账？人呀，一张纸2百币，翻来翻去才是理啊！但辰光你张晓得你也会不会？那该这里么来举在来个门前组织充分的准备工作。李主任啊，不是我不相信你。关键呢，我让你的3地村的劳动不是1高2高来上，钞票你的还叫公会管，唯独奖学分拿出来玩，那奖们我也没办法了啊！对不起，父母你讲，公巧男你讲个点话，代代的像录音笔全部录下来了。如果是1个号头你钞票不还个不爱个。不过头来，在边浪向刚刚打进来个另外一个人支持，你也晓得都是啥人？都是我里无锡鼎鼎有名气的历史，叫啥谁？如果是你钞票不还，都会来寻你当故事的。我打你讲，都当吃故事来是拼命的。
我的父亲人在海头拼命杀龙杀谁？李主任啊，到辰光真正上次法庭时，大家在内哭响了。我看有我吧，讲俺男人要么先签了份协议，你看哪？李总，阿拉签上协议，侬看哪能？好，既然两位老总要签，那么我们的谁签？啪，协议签的，李立新协议签的，一位死气都为动地上上花来，这个鬼那行歌舞，那请听我一位。李立新辣辣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现在维护愿意签脱，两个老板送脱，回到办公室辰光复杂，大家侪去吃饭，叫啥连随便呢吃不落，4700万一个号头一回，搿个铜钿拿得来。当时辰光会转3年，你为之以防万一，搭两个一哈朋友商量。村里向吃铜钿，一通都帮忙催地出来。搿点朋友侪一口答应。但是搿铜钿刚还要过子年3月份打仗，现在一个月19也随要回清爽，那叫我哪弄法？所以想到该当事情心急如焚，短短半个号头，一共加上2700万。说明李立新的个人魅力被人家信任的相信的，但是4700万足足拉委屈2000万，该交的才交，因为19啊，被人家也来拿铜钿，我死签了，因而落着打起官司，我肯定输。刚才打3年来其他事体分走，他被人家打官司，这个也是要脱牙齿。只有一个办法，自家拿出来。这个不是随信当辰光分享过，因为你蛮清爽。这个2000万流动资金从自家公司里向吹出来，这个资金里当辰光断脱，我自家的凡士信公司弄得不吃也破产。但是现在了，这个眼了，我为做3年当书记，我是一个共产党。先公后私，这个是我应尽的职责，所以想当该当。马上一打电话，我自家主办关系喊得来，市场办都搭理讲清爽。从今朝开始，公司里向的账目资金发出，该做的贸易生意发做，投资上市公司的资金财气规划，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金，帮助3年渡过难关。虽然资金的事体不正当，碰上村里向3组的事体也不顺利。江面家去一半人家侪搬了，但是还有一半人家侪辣等，辣看一个人，啥人？随行的亚哈兄弟家阿洛。倘若阿洛辣差钱的事体浪向，兵打底，兵打西，你还多得一多拿房子，你也还看养我养。所以阿洛差，你也差；阿洛不差，你随时不差。看来随行那还办？其实随行蛮清爽，你才了解。阿洛从小一大长大，其他蛮好，随时欢喜偷点小便宜。上趟那个钢印朋友同我办点事体，到办公室里来，我只把人家2瓶酒2粒香烟，我分答应，别去追头。但现在3月份见面，为此3次我也去过2趟。第一趟门也不开，第二趟我随家打进去，连后门溜出去。该趟是关键的第3次，我一定要拿阿洛的思想工作得力做通，3组可以顺利经营。吃下夜饭，屋里向打下招呼，随行领子找到，信心十足，忙着至阿洛屋里拉过来。阿洛今朝了屋里，这君子离得草木匠不心想着。上这么3组个别账收来收去，那自家如果按照政策，顶多拿1套房子。那么趁着新郎再还拿3套啊！现在晓得3套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2套房子，随便让哈不熬里一口，
最近情况比照，村干部一趟两趟了上门，说的，说明力度并不来着。哎，插嘴呀，比个谁是兵工，啥人兵得地，啥人谁是人。阿拉娘姓徐，名字蛮好听噶，叫玉来，叫徐玉来。阿是唱粤剧噶，不是啊，这边个同名同姓吧子。最近人拉上新是这样，为的啥么口口自家的房子啊，也是铺也是个圈，但是黄梅天落雨了，爸爸也漏雨的，自家么困了西面房间，儿子阿拉么困了东面房间，这个儿子来两手先我给。你讲娘，你困到我东面去吧，我来困了你西面房间。那么儿子啊，阿晓得你困到我这房间里面，我还担心个呀。上次么万一落天房子塌下来，我呢阿嫂子么，我不还不舍得个呀。但是没好呀，村干部已经来抬个子，生到个旧房子了，可不就换新房子个。我来得个开心呀，一看答应我来，不晓得帮着这个阿龙。一些什么个2摊，一些什么个3摊，一年都要让干着劲呀！今朝去打的刚刚吧，稍微把你等他2句，所以现在来套心里想，我什么受了还不行啊！细心过来，细水大门。先生，阿罗屋里啊！哎呦，一听么随行的声音嘛！阿罗啊，随行来着呀，你去开门呢？不开。那。你们就是个只抢的，阿晓得？你不开，我不来开。跟我来嘛，门一开。随行啊！哎，先生，你来呀？你来啥？哎，进来。随行过来，身体受定，心里想多定。我打龙两高的从小长大，你也看了眼睛门。对开。你两高的么非是差项目？龙江他是相当也大。随时玩。别讲子啊，随行啊，从小长大，你还意思说啊？现在辰光事体你还记得了？我们当然不记得，我是没记得啊。现在辰光的你真的是弟兄，你现在辰光屋里向在穷的，我不还穷啊，记得了。那些辰光我得带2高头，推车子，搬沙头，后来沙头卡下来卡了街浪向，对个，我受伤困了医院里向。你娘弄只红鳝鱼给我吃，我得想到那弟兄的，一只红鳝鱼不多个，我还100两了，大概吃半只对个，碰到那主播的，怕我一口半只已经没个子。弟兄啊，加上微信，还算是我喊弟兄。刚神刚气特万空，虽然我心往来么内心里，我你大家哥哥兰州中，从小到大称弟兄。现在乃是土皇帝余威风，西装笔挺么来办公，我是马子抽特，夹嘴头上2个洞。乃是春啊红，人啊红么样样红，斗龙香龙么龙龙通。上北下从松，河北打东打西来吹风。乃是5星火花，这山珍海味不经常用。我是海菜生干，吃得来我牙齿痛。随行啊，别人告诉两兄做子过吧，兄弟也要不家郎打打，男人这两兄回过帮兄弟碰，让我出门人来称王中，男与妹子还为
风。现在这夜内这驴子三位的感动一动，放一放来送一送，我们两他房子没在人啊公，那想得出。难得我光头大里，我三个妻子迎后送，他是我是送一送，男人也来供一供，我们两他房子才差空。这样你心心么讲得通，我是趁那个事这样供奉，身居江南么哈拉兄，我是大子娘子才子子林子骗子脑子王子，家里要插嘴马上水东东。子兴啊，哎，现在么不是讲上兄弟的弟兄的辰光子啊，我呢今朝呢，你也别多啊，我原来么还想三塌四塌了啊，我现在嘛别三塌四塌，我们只有两套房子，啊，我个人呢两套房子才拿得出大理来的，来讲啊，我不卖门的，对个，我的你娘将来还有一套房子住着，对个一套房子。另外嘛，我唯一一个儿子一个囡恩，那囡恩嘛讲出几只，手手只，搿套房子嘛我嘛别一只，那么儿子嘛现在还问太高租了，是个，那么将来嘛太高租嘛，搿个侪要房子的，现在个行情500房子高租嘛太不大个，两套房子，那么拿上这房子嘛，哎呀装修装修，装修没得要动地，我不是没动地个，你娘又是讲我的，我叫特地锅在大对光，对了，哎，阿老啊。啊，那人家谁有动地，最难一口子拿不出呢？哪个人自家不吃噻？我们从小到大不吃这个嘛。喂，你发哈什么态度对婶婶讲闲话？是的，你别管我啥个态度啊！我现在有两套房子，你快来噻。阿老，不知呢，我听到现在心里向真的蛮伤心。你嘴巴里向口口声声老兄长老兄多。啥个叫弟兄？今夜规律能够出来帮一帮、撑一撑，这个叫弟兄。你现在不是老帮我忙，你老撑我代价。我实际上你是讲我为啥工作？我不是一把别人搞我自家也没自家。为此三句话，村里向上下开支生意之位，这个是大家集体通过才签合事。我来再跟你讲。你个插菜，当外头个插菜是不一样，你是叫农村三处，就是当你五台房子重新当你烧起来，弄得归了一道，实际上呢是比较难嘛。叫农村安居房异地重建，你反而拿你村里向一套房子抄下来，赔6万7万，到江阴城里向去赔8、9万比，你往外头办办。你要晓得现在江阴城里向的房价价距，我哪不晓得？江阴现在房价涨着，现在1万8块着。那么随说1万块行钿一个平方，所以你给那个安居房140个平方，你跑到江阴城里向去买，只要140万，再要买着车位，再起码35万，只要155万。随说国家批拨你100万，你肉里动里要挖出来55万。但是你村里向，你个安居房。一个平方叫到600块，140个平方叫到8万4千块，而且老房子可以足价7万，那肉里动里叫到拿1万4，而且村里奉送车位，那个地安隆动。哎呀，随心啊，阿拉么天天日日辣屋里向数哎，你数字几十遍这个，你们哪随心啊这点便宜？哦哟，你不这样我嘛，你是个礼嘛，这个别惨这个。你听我讲啊，你讲。不是我来兄说来啊，你年龄也不小啊，反一旦要大福寿3千做500事体嘛，一旦要麻将锅里去搓麻将，你别讲我麻将啊，胜利不敌，下午不敌，谁看麻将没2点，你为哪呢？你为理直气壮来看，你也忘记3年前头你当我讲句闲话啊，说来兄啊，我他老房子准备卖脱啊，你看还是2万搭至3万，
我马上讲飞马，阿是你听知我闲话，机会来了。马上欧区房挪上140个平方，你挪子房子再卖出去，随时3000块一个平方，你成都少40万。 40万的啦！哎，子欣啊，房子费不是毛脱个，我为啥多2年嘞？哎呀妈，那个就来上的，分高要毛脱啊！你这手指还得别擦，这个你听我啊，那个，我当然从小3地产的，对3地一插一模，你再熟悉。你看现在你村里向房子，东一塌西一上，打着10个地上门，你人啊还不个？现在3住。 我大家一关一句上了一台，济南嘛也安全，水、电、天然气、有线电视一户单位，弄到多来个地，啥几地，该把村里向统一管理、统一调配，办个农村股份合作社，实个可以提价农副产品的附加值。你到等了屋里向可以树灯分红，比自家种地好叫开心。哦，大概些辰光。 一个3地，马路开阔，后大疏通，各种生活设施全部配套，各种日脚嘛真正开心。那屋里向有点啥个事体解决，谁与村里向搭来解决，哪怕半夜里向那灯泡扑脱，暗脱了，接得一只电话，马上有人搭来上门服务。真个了搞个家？对，各位阿老啊你忘记脱咋？跟搭子半夜三讲我牙齿痛呀，关在那打只电话，村干部马上侬也送得来这位。哦，哎，是啥？这个是应该。现在村里向已经实施至24小时为村民服务。喂，阿老啊，你平常日家一直当我讲啊，说来兄我们个男丁丁欢喜，不是一想找个女婿，为啥体打后水来分责成功？你也出我心结，把人家比我屋里穷。你看看你屋里向个山上，发子没了没人出喝，地方落楼，啥人过来？你都能最后还是搞得刚硬顺利去。谁是喂？阿老啊，我劝你今朝还是听听谁心个闲话吧啊！哪个人啊，一时吃亏，谁吃了这个3算上头？咁么，侬现在也2套房子，我往付错个样子啦。呵，我当你讲，随手村里把那2套房子，那第2套不为弄。那不多呢，那想得出。告诉你听，因为采购制安全标准税负是600块一个平方，啊，你比3平方，你要加入几十万洋钿，你拿不出，还不是的。我几十万是拿不出个。哎呀，阿老，你别愁着呀！你今朝就听是谁心个闲话吧，你就弄1套吧。哎，你个2套房子烧起来，你还是准备去养猪肉啊？哦，要我养你养不起嘛，我们那养猪肉的来子。啥么子？还是你弄个2当猪肉呀？妈，那边想着那个，侬现在关键是嘛，妈，随时我讲1套买不来了呀。哪来？你还听你讲个啦？1套房子嘛，1套瓜子都拨我3万块。哎，那么但侬讲农里个房子嘛，100万多块，那么里向嘛缺得1万多块。那么再讲嘛，拿到房子嘛，空了1万是进去个了。啊，那里向总要装修吧，装修东西落到来的，500多的嘞呀。还在的还在啊！我们来打电话，打给熬上奴，我们来马上去挑动地。是啥？送孩子别打着啊！所谓随心从包里向摸出来一条农地，台上一放，咦，是的。谁先啊？你才是自家人，我今朝打得来4万洋钿。啊，等到搬出房子3住，你都总归要买点家sản，稍微装修装修。这个4万洋钿是我随心拿出来帮你读，也算你都对我工作上向的支持。不，我还谁先啊？不这个动地不喊我慢慢讲，总归穷，一个硬气的，一个你自家动的，你别讲。你不要跑点头来西洋嘛，500点在那就努。不，两张贴，这个不弄个。来了，每一风风火火过得来着。你是江宁市自然基金会的副会长，基金会呢每年带着年底侪捐动地的，所以每今在到村来在带自家公司的财务部去排队财务主任，会在你开上支票。财务主任说：“哎呀，现在你公司里向的流动资金仅只进不出的，是哪桩事体讲？咦，搿个李总分得来讲啊。”那现在李总电视机所有能够用的动地，全部交拨至3地村子。什么事啊？阿是每一还听见搿句闲话个，只觉得脑子像轰，一来心得了。男人啊，
是啥个大事体你矛盾的哇？三前村啊，搿只富集洞你还去第一个？那是一卡是无来着，已经开这部车子围住三前村排队补太太。补太太说：“哎呀，搿个财神们呐，带至阿拉屋里向去摘，所以辰光已经赶到阿拉屋里向进来嘛。”财神啊，哎，你带着哪桩事体啊？你哪考虑谋特子一家门，我同弟全部叫到三前村来啊！你带着个同弟上个南京啊？你讲。随新娘已经跟进来。哎呀，随新啊，哪桩事体啊？哎呀，梅叔少有眼睛眼，我也得来讲啊！快点，别等了该大子，快点走起吧！随新看见高三梅姨急匆匆打进来，让后家跟进来清爽。肯定我们自家2000万交把村里的事体啊，高三晓得。但是你发觉，高三梅姨，我在了解。心地善良，这个心肠暗得不得了。暗得呢哈，平常日在屋里向沙发上看电视，情节稍微苦点，你一家头居然还靠脱2-3块的。那么啥去发光？2000万呀！不是一点点个小什么？那屋子第二3个人，啥人发觉，啥人不担心。现在听娘讲。一关将我根子里围住去，可是不来。高三个脾气，路浪向就要并发了，汪啷把人家当子你夫妻产项目，搿影响不好。妈，梅姨，是个生阿路，你才是自家人。男人像梅姨，等那该搭讲。我当然也讲嘛。哪讲？那晓得你这样一走，你公司里向马上啥某项目侪停下来，都开上市个去，还要对过来。哎，你哪看到所有个同地全部交给三前村呢？啊，梅姨啊，妈，谁信我同地谁第一到三前去啥？你还晓得你交给三前村计划同地呀？叫这计划啊？2000万！哈，2000万啊！老套吓得了跑了坏个这个2000万的了。哎呀，谁信啊？梅讲的是真的。哎呀，我等都要是万用来同地呀，但是呢，将来儿子呢，结婚买房子侪是同地，你那自家不清对哪桩事体了？分侬自家屋里向当屋里，侬个三前村当屋里哈。的确，同地是拿男人一杆子赚，但是不属于你高头个。你现在也用上俺的同地，阿爷到爷娘商量，阿爷当我刚才讲，回去个三奴个意思，你阿爷也听听。啥你现在谋特子一家人，我同你全部交到三前村来呀！三星啊，该桩事体我是不会答应你的。千寻
讲也看自家奇怪，你讲。看见家小姐的眼里，拉眼眶里向望了望，娘两只脚突突的发抖，深深得知阿罗是眼睛长得大大，像黑眼头的松狮的。我晓得你都啥体也是俺脚，是俺眼。你都不理解，为啥体要弄个两千万加把村里向？妈，没有了。既然你都晓得了，那么我也他们都刚刚清爽。我为啥体要弄个2000万弄出来？我为啥体要回转来？我回转来就是要改变山地的贫穷，但是改变山地，不是靠举步浪海海，要落实了运动浪。我搿点朋友到山地浑身不搭嘎，肯上去拿2700万。我李在兴是山地村的书记，我是该当个法人代表，紧要管团，我谁不应该？妈，美意，你们须担心谁莫提。并非诸事不知心，为什么嘴比相称都付作？为什么山西的贫穷苦难？为什么民心苦塞有奇迹？为什么送的丈夫举报我是义无反顾，只能让改变家乡以自己欺君送带我跳伞。我继续回去了，我随这个责任为山里带这个健康，起个农地不能再拖，一定要为了。倘若偷一比局长我生意么是一切，我不能把那诚心良日来撇过的，给我调动关系去谁谁，但是谁可又是难去做，世界尽拍在一人，值得是最至今是最谁？这样啊，过着山哦你，这样唱过着天容西，定江山人必心意。
马上就要过年。他说换位思考，你多想一想，我去个别人家人家的同地，你多心里啥个过人？去4700-800万，这个同地不为，这个一关不过下来就关关难过。我的朋友拿2700万，所以出2000万，我拿自家公司的同地假不成立，渡过难关。搿么要自家的同地的了呀？三星啊，如果搿点同地回不走来，那还办哦？是呀，你都放心，以3地村不是不同地。为啥体弄得现在外差来了一盘散沙，虽是管理不当？我来个前头对3地已经进入至深入细处的了解。伊村里向有自家的土地出租，标准厂房出租，各种管理费、水租、水钱还达到卖2000万。我是处理厂是个大队，一年有2000多万的税的。实际上说起来，你3地一年的毛税的还达到4000多万。所以我敢讲，这样管理得当，大家民心齐意。你3地不出3到5年，可以摆脱贫穷，扭亏为盈。所以这个2000万睡得住。那么我问你，如果这个同地回不走来，你到底有啥个办法？办法总归有。人侪有私心，我理财性还有。我的凡事性到今朝是来之不易，但是你要记了，我为啥体决定要回住3地？我随时要改变3地。我理财性富了，但是不代表3地人富了。我要让3地的村民个个富起来，这个是我的心愿。你3地是有希望，为此3地我还要搏一搏，我要拼一拼。所以说我输了。所以是我朋友交出来2700万，我个2000万，我不急。我有我的公司，我的固定资产，为此3地，哪怕亏脱4700万，我理财性还舍得，我还愿意啊。4700万的嘞？对，倘若我赢呢？我赢的不就是4700万？我赢的是3地人民的愿望，3地人民的幸福，3地人民的正义。也因此，我多年来要达到3地的梦想。边浪向阿罗德还蛮感动，李行老动眼睛呀！哎呀，这桩事体随心忙前忙后，回来回去为的啥？侪是为子村里向，为子山体上忙呀！我还老忙，我是有老忙，动动阿有少打打小手不，阿能够多混他房子，我不应该呀！哎呀，阿罗啊，我拿听听，细心的我倒没有道理的。一桩事也没，也没你就听子理个吧。阿罗啊，你得开心拍拍了海哇！2000万，王西丹不是你挖出来的，我挖不出来。所以讲，你到屋里向呢，那个房子是到现在不肯出来啊！非要还讲我们俩在肯出走啊，你啥肯出噻？我上次那个当来子，你不是上哪当？你两高头上次随心的当了孩子。我上次不两高头个当啊！哎呀，那么随心啊，没有。现在眼睛门前，我们要捐出几个好10万，上哪户来呢？你放心，20万我老早打来听孩子。啊，出我们20万，老早已经当我包孩子，搿是晓得。男人心里想，老早已经做好准备，儿子立个脾气啊，也要去做事体，背也要去做。搿么随心啊？既然是讲，妈这样讲，阿龙也这样讲，搿么该桩事体我总归随便呢。想想呢，细心是有这样的道理。我理想事体全部解决，7个同地统统还清，大家过出一个开开心心的人。李立新是一个标准农民的儿子，但是有做生意的儿子，有企业管理的路子，办事体从来不讲面子，脚踏实地，从来不出花子，定定规矩，你为3地肯用自家的同地银子。你是捧着一颗富士的心来到了3地。
这个所作所为感动至三人的村民，三之后还顺利经营。用短短5年不大的时间，做出别人家几十年难以完成的事体，引领三人的村民夺得落一个马子，追上至幸福的路子。中央电视台专门天下来，拉了全国海鲜水家赞美成果的大型活动，李瑞兴光荣实现10大成果之一。今朝是2013年的9月5日啊，李瑞兴接到通知，准备到北京领奖。今朝来从书记的人接轨，新闻媒体还来自不少，新华日报记者看见你们也就人来了。书记，这次您到北京去领奖，准备说些什么？讲个闲话蛮多，我要向全国人民汇报，以三地村新一轮的建设新农村，发展新农业，培养新农民的三新活动，正在有序的展开。以三地的将来，将建设得更加美丽，三地的人民将过得更加幸福，让幸福三地永远流淌。说得好，书记啊，这位啊，这位，乡亲们，这位，谢谢各位，总体结束，等到这位。好，搿是网易中篇评我承诺的今朝全部播放结束。那么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准备的是中篇台词《千岁》，演出单位是张家港平台艺术传承中心，是由纪凌九、陆家乐、王志勇、尤武等联袂演出的，请大家带辰光收看啊！搿是网易，再会。